幾個月前有朋友同我講，發現我啲頭髮好似稀疏咗。我細心睇下，又真係喎，連個人都要憔悴咗，同埋老態咗好多。我仲發現到兩個明顯現象：第一，髮線比以前厚咗，額頭望落去大咗；頭髮甩多咗，頭殼頂旋轉位冇以前咁密，仲清楚見到頭皮肉添。第二就係個角位好似冇咗忽感。大家男人就可能明白啦，就係 M 字額咯。可能呢幾年拍得太多飲食片，成日食啲煎炸油膩食物，年紀又大咗啦，新陳代謝就一定慢啦，生髮嘅速度一定比起後生嗰陣時慢咗好多啦。唉，我都開始擔心中年脫髮。我知道啱啱開始嘅時候係有方法可以補救嘅。好彩我朋友推薦我食草基新髮龍，佢有美國專利新髮肽，可以激活頭髮，有效抑制掉髮因子，強韌髮絲，仲加入全天然漢方黑色食物，例如黑芝麻、黑豆、麥旱蓮，可以補腎益肝、強化毛囊，生翻出嚟嘅頭髮仲比以前烏黑添。佢仲有中西合璧育髮配方，專為亞洲人而設，無藥性，唔會有副作用，唔會造成依賴。臨床證實，服用3個月可100% 減少脫髮，95% 提升髮絲光澤，90% 髮量增多，成效顯著。佢係98% 醫護人員推薦育髮新髮品牌，坊間真係未見過新髮保健品有呢個認證，俾到好大信心我。我自己一開始頭3個月嘅新髮療程，每日2次，每次食2粒，之後進入日常健髮，每日1次，每次食2粒。我食咗1個月之後，頭髮明顯甩少咗，原本稀疏嘅額角位生翻 BB 毛，髮質靚咗，頭髮黑咗。3個月之後睇到條髮線都濃密咗，頭頂之前稀疏見到頭皮肉，而家俾頭髮填滿翻晒。M 字額都有改善，頭髮都粗咗，冇咁容易斷，成個頭變得勁濃密啊！如果你都有同樣問題，我建議你都試下開始食草基新髮龍。產品喺各大萬寧草基專門店同埋鮮撈摩購物網都有得賣。咪走住，而家草基新髮龍喺萬寧做緊限時優惠，快啲去買啦！